后来今仔日开始会当来领，会当来使用到5倍券咯，包括这个数位甲纸本券，拢伫今仔日同步来启用。注文这个纸本券的乡亲，今仔日开始到21号，会当去进前注文的超商、超市，或者是药妆店来领这个5倍券。逐天开放领券的时间，早起的9点到暗时的10点，也毋过都要先确认是毋是有收到通知领券的简讯。买当到5倍券的官网去查询，到这个超商要安怎来领券呢？先到这个超商的数物机插这个健保卡，或者是输入到领券的号码，印一张单仔出来，摕到柜台就听啊领券咯。透早超商的店员就有够无闲，因为纸本的5倍券早起9点开放，有民众领，未少人透早就来排队领到时，有够欢喜。实体券比较实在吧，对，就是。对，领到感觉比较心安。这要安怎领？8大通路的门市，即包括超商、超市、甲药妆店。以超商来讲，你去数物机台插入健保卡，还是拍领券的号码，这个机台有印一张白单出来了后，就使到柜台或店员去领。也毋过有一项一定要记真，无论本人还是代替领的人，拢必须伫5倍券的后壁签名，安尼才算有完成抽奖。就纸本就有一些特别的优惠，都是可能想说出去玩、住宿之类的。有人欢喜领到头一提出的5倍券，那呢还未注文的民众免烦恼。第二提出预定时间是10月25到30日，领的时间是伫11月7到11月2日。干那注文纸本5倍券的民众，到昨早起为止，就1193万外人次。因为早起的人有够济，有的民众呢还阁小可等一下，为了避免这个机台阁订去，业者有做准备。机台呢，主要是关贸那边负责做控管，它只要人潮达到一定的上限，可能就会做相关的人流管制。可能它在小白单的部分，可能比较容易就是会有遇到指轴的状况。到柜台跟店员讲，他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去更换指轴。5倍券为10月7、8开放使用到明年4月30，嘛讲伫疫情影响下，为经济注入活水。